啊！台湾看世界，来看美国的纽奥良，第一场元旦发生着车辆冲撞、甲野枪扫射事件。嫌犯是一个42岁男性，来自美国的德州，捌伫军中做兵10多年，曾经被派去阿富汗。啊，讲伊可能毋是单独来犯罪。美国联邦调查局即摆当咧追查共犯。话一讲煞就听到庆声。 民众惊啊，哪走哪花，镜头嘛一直害。这是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纽奥良当地时间1月7日透早车弄人的事件。相信流出来画面，迄一天民众拄好庆祝完新年尔，谁知影讲欢乐气氛煞变成悲剧。There were just bodies and the screams. I mean, you can't think about unhear that. 嫌犯迄一天超工驶过警察的路上，赛车弄人了，搁开枪，并且甲警方对战，致使严重的死伤。This is evil. 警方最后将这个嫌犯拍死。经过调查，这个嫌犯的背景嘛被公开。虽然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捌指控讲这是外来移民犯案，不过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证实讲嫌犯是42岁贾巴尔，伊伫美国出世，来自德州，捌被派去阿富汗的退伍军人。He ser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n active duty for many years. He also served in the Army Reserve until a few years ago. 美国总统拜登7日暗时对受害者表示哀悼，并且证实讲贾巴尔有可能甲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IS 有关系。Mere hours before the attack, he posted videos on social media indicating that he was inspired by ISIS, expressing a desire to kill. 贾巴尔阁录音讲到离婚要杀害亲人，警方甲调查局人员伫嫌犯走来车顶找到枪支甲爆裂物，还有一面 IS 的旗仔。 将会进一步去敲嫌犯伫德州的厝 ，FBI 阁讲，贾巴尔恐惊毋是单独的犯案，因为代志发生前，监视局翕到几个人按爆炸装置正在追查共犯，因为这件攻击，美国加州出名的新年庆祝活动——玫瑰花车游行，提悬慰安的规格，游行前嘛为受害者默哀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